落雨天，雨一个来，视线变甲真歹，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提早出门，塞车就爱塞较慢的。讲到这高雄初二早起下大雨，唔若造成积水，落雨天视线真歹，也传出着车祸的这情形。伫咧大寮地区呢，就2件，其中一台是电脑出去弄着安全岛，规台车出来并车；那另外一站呢是去弄着路边的4台车，加在这2站拢是轻伤尔尔。初二早起8点外，大寮区的方便二路车辆真多，一台驶对屏东方向的白色轿车，疑似因为落雨天路面积水触冷，规台车都安尼弄对安全岛来，路尾四连翘上天，并伫咧安全岛。另外，晚到时间伫大寮的拍铁街，有一台黑色轿车，疑似嘛是受到落雨影响，规台车驶对路边去，弄到4台车。上头前的这台白色轿车已经互弄入去边仔金州园去。林恒局表示，2件事故拢总造成8台车受损，驾驶拢无接手，加在人拢敢若轻伤。详细肇事原因有待鉴定。林园分局提醒：近日天气不佳，驾驶人行车时应注意路面状况，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与适当车速，注意车前状况，确保行车安全。那大寮有车祸伫公山的德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，水利局的污水工程当时时间当规暂时先将砍伫路边的铁棒刷走。这台黑色轿车原底要入去时间区的保养场，驾驶无细致，甲车驶入去窟窿底，加在人无啥要紧。经现场施工人员通报冈山分局到现场做笔录，还有联系吊车，已经将车辆吊起。所幸车辆驾驶人没有受伤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初二暗时到初三之时，高雄也是有雨的天气，提醒民众落雨天视线无好，无论骑车驶车，拢爱速度放慢，确保行车安全。记者郭亚祖、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